原本3月公告7月要实行的禁止民众但粪扫未能用无透明的粪扫袋啊，若无就要开发的政策。也经过民众甲民意代表的反映，虽然环保局延到10月1号才实行，不过上午伫个议会定期会，环保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当中，是有这位议员有意见。一寡议员认为宣导根本就无够，甚至有议员认为要提升资源回收，还有其他的办法，不应该给全部的市民来开刀。一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多方去先导啊。你这个针对这个透明垃圾袋使用，你先导总共办了几场？我跟议员报告，这对外正式的大型的部分有3场，那至于个别的宣导的部分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对，你现在不是只办了安南区1场吗？每天每个人家中，包括事业会去等等，都是会有制造垃圾出来的。我后面会你今天是不是要到地方上去开说明会了？你不要拿市民做你罚款的对象。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我跟你说，很多政策经过咱的讨论，恁会当个有较侪的方向、较侪的方向。在你们那个资源回收的那个资源回收车，你买当加强我们的那个破袋的力道啊！你好，咱的市民知影讲，恁即马若无分类好势，你们就是重新回去再重新那个分类嘛。这是不是做好？为什么恁这动作唔卖迄个加紧做这些力道做出来反而是加注在市民的身上。我不是强调黑色白色的问题，是只要能够看得到内容物可以辨识里面，比如说里面有夹杂的这个回收物啦，或者夹杂其他不应该放的这些事业废弃物，只要能够辨识出来就可以。因为我想请问局长你像这个判断透明不透明，说是半透明，是由稽查人员随车抽查，还是由随车人员直接来执行？其实我们在丢垃圾的时候，这个民众也好，或是我们的队员也好，其实同时会看到这一包垃圾，没错，那基本上就可以辨识得出来。假设有疑虑的话，假设我今天丢垃圾的人觉得我没有违规啊，我该分类的分类了。那就算你要稽查，我也不怕你稽查。同样的，我们队也不会去找民众的麻烦说，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不会刻意去刁难他。我想主要是能够把这个分类能够去落实，那不要夹杂这些不应该带进来的，包括危险物品。尽管环保局长贾世杰回应，受影响的民众只是小部分，大部分的民众目前使用的粪扫袋拢无受影响。只要粪扫袋会用看到内面，无分什么款的色，拢会当使用，嘛毋是禁止污色。伫个抗倒期间，嘛会教导民众来做好粪扫的分类，目的是要提升资源回收，毋是要来开罚单。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